啲醫生好負責啊，好好笑容㗎，同埋嗰啲護士咧全部都好好，對我哋照顧好。4年到啦，未到4年啦，差唔多4年啦。因為我嚟中山咧，我差唔多都日日都去游水嘅。我游水上嚟咧，行到搭公交車上到屋企問好咧，突然間呢隻腳唔行得啦喎，我就打電話翻去香港話俾我仔，我話媽媽啲腳行唔到啊。佢話你冇緊張咯，一陣間即刻翻上嚟，佢哋即刻請假上嚟呢邊，即刻同我嚟中醫院睇醫生。嗰大位醫生又好負責任，都嚟邊飯探我，就係呢啲係最感動㗎啦。翻去你好中意游水㗎，但係你游水注意唔好游蛙泳先咯，起碼過翻6週6個星期之後，因為呢個軟組織消腫咧，本身都要6個星期。香港嘅60幾歲嘅居民咧，佢都要政府俾你醫療券，即係專門長者要嚟廣東呢個珠三角附近咧，就去嗰邊登記。佢就會幫你。因為依家香港嘅長者嚟到我哋醫院咧，佢哋都會有香港政府同埋我哋政府合作嘅一個長者券，多達2000蚊嘅。咁我哋醫院咧亦都會利用呢個長者券幫患者喺門診上邊啊，甚至轉上邊提供呢啲醫療支持服務。我哋醫院好多醫生咧可能係外地嘅或者係非本地嘅講普通話，但係我哋依家醫院會針對香港嘅患者嚟咧，盡量用白話同佢哋嘅溝通啦。我哋會派相關嘅護士去輔助佢哋，因為佢哋喺外地嚟到，唔知道熟悉醫院嘅環境，亦都會幫佢喺環境入邊揾到相關嘅治療部門做檢查啦、抽血啦、交費啦，一條龍便捷佢哋可以更好嘅體驗我哋嘅醫療。我聽日可以出院啦，我好翻啦，可以行路啦。等我見到啲朋友咧，我會話俾佢聽，你哋要咩可以嚟中山醫院睇病啊，好好㗎，唔差㗎。